前总统马英九进前去美国演说，批评讲有部分的美国人士想要把台积电当作武器，和台湾变作是第二个乌克兰。嘛质疑讲美国有国会议员介入台湾的选举。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对马英九的讲法表示遗憾。另外，针对各州唱水南涉弊案，吴钊燮嘛将烦恼讲会影响到台韩的关系。 前总统马英九进前伫美国永续大厦发表演讲，讲到有部分美国人士想要将台积电做武器，将台湾做战场，和台湾加做第二个乌克兰。佮指出有部分国会议员介入台湾选举，外交部长吴钊燮则被对这讲法表示遗憾。 对于他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到其他的国家去指责那一些支持我们台湾的人，那我想这个事情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个美国的政治人物有一句说法，就是政治不跨过边界。 吴钊燮认为，政治进步到其他国家，国内政治就要放一边。最近，江南各州涉弊案件继续滚加，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指出，有透过外交部将资料提供韩国驻台代表处。吴钊燮佫澄清，绝对无带回联系驻韩代表处，只有提供公开代表处电话，也烦恼冲击台韩关系。 韩国代表的电话不是吧？不是，那个他自己找就好了，还问你们干嘛？对，就很奇怪。 我很担心是造成这样子的这个冲击了哈。到目前为止，那个在外交的层面、在经贸的层面、人员交流的层面，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冲击。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是新闻驻美代表萧美琴是不是会等来台湾参选副总统？吴钊燮表示，伊无法度回答假设的问题，台美关系未受影响，会永远是美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